站住！保护王爷！双儿，双儿，双儿，双儿！ 双儿姑娘伤势如何？双儿姑娘的刀伤正好在要害部位。啊，那可怎么办呢？现在只盼双儿姑娘吉人天相了。独孤，一定要尽力救她性命。王爷放心，独孤定当竭尽全力。哎，你想什么呢？ 阿广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孔双双居然能为了救谢言齐而受伤，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。哎，你想想啊，他是谁啊？他可是孔双双，他可是上天下地唯我独尊著名大影星孔双双啊！哎，他怎么可能为了救别人而让自己挨刀子呢？我觉得啊，这里边一定有问题。哎，其实。 我也想不明白，以他孔双双的个性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难不成他真的喜欢三王爷？不会吧？这里面啊，一定有阴谋。但是请设想一下，如果我们现在去跟三王爷说，他肯定听不进去，反而还会觉得我们是小人之心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还是慎重行事，静观其变吧。他孔双双虽然坏。 但罪不至死。是啊，唉，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吧。青柔，双儿姑娘伤势如何？我已经替她换过药了，而且她现在意识不清，正睡着呢。你就放心吧，阿广正在里面看着呢。哦，那。 独孤呢？独孤为了给双双疗伤，动了真气，所以现在在屋里静养呢。青柔，为何我觉得你在与本王置气呢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觉得你有心问我双儿姑娘的伤势，倒不如想想是何人行刺你吧。哦，这行刺之事，之前独孤。 也有提过，他认为此事必是谢言辰所为，还建议我务必与他抗衡到底。你说，你这次微服出巡本来就十分隐秘，朝中之人就没有几个知道的。可是那些贼子为什么会知道你的所在呢？而且，这些贼人分为两拨人马，第一批人呢，一看就是山贼，他们只图钱财，行动也十分的果断。 可后面那些黑衣人呢？一看就是训练有素，而且行动也颇有章法。哦，最重要的是呢，他们根本不贪财物，是直冲着你来的。所以我就想，这些黑衣人的幕后主使，一定是知道你身份的人。而这朝中能有行刺动机的人，也只有谢言辰了。一开始我也这样认为，但后来。 我越来越觉得，此事没有那么简单，还有很多地方值得仔细参详。要说此事是二哥所为，到目前为止也只是推断。在我看来，谢言辰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。也许有人只是想利用他的身份。对。不过，不管此事背后的指使人是谁，
我都已上报于父皇，必将此事彻查到底。还望父皇保重龙体，慎重出兵，以免打草惊蛇。还是你想的周全，而且啊，以德服人。希望那些贼人啊，不要再出来。给你点个赞，叮当。哦，这双儿姑娘伤势一事，还要多谢你啊。毕竟她是因我而受伤，还望你莫要误会于我。哼，我才不管呢。女孩的心思，男孩你别猜，别猜，别猜，你猜来猜去你。双儿姑娘，你还是好好休息吧。双儿，你的伤势可有好转？谢王爷关心，伤势虽已有些好转，但还是没有力气。这个死仙妻！双儿姑娘，哎呀，这次出行啊，要不是你和李章兄弟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啊！真不知道有几条命都丢掉了。金儿姑娘，你别走远了。此言差矣，你别跟我为王爷了效力我要上是理所茅房应当的。哎，那每一次都这么危险吗？哪有这么夸张啊？死仙妻，臭仙妻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吗？我的屁股！尹姑娘，尹姑娘，快过来！哎，你看那些是不是接贡品的人啊？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快点，跪下，跪下！尔等可知，劫取贡品，那是死罪。狗官，你要杀就杀，何须多言？放肆！你们可知在座的是当朝三皇子？三王爷，王爷恕罪啊！王爷恕罪啊！小的有眼无珠，冒犯了王爷，还望王爷海涵啊！可是王爷，我等可是良民呐，早就听说王爷您要来，现在看来，真的是老天有眼呐！王爷，草民有冤情啊！有何冤情啊？今年我们这里遭遇大旱，民间也闹了饥荒，百姓流离失所不说，朝廷还不减免赋税。王爷，我等也是没有办法，才将这贡品藏匿在此，只有这样才能够救济灾民呢。王爷，是啊，哼，一派胡言！朝廷得知西南大旱，早已责令地方官员酌情减免赋税。王爷，草民绝无虚言呐。那些乡绅大户们与知府合谋征收的赋税不但不减，反而比往年更加呀！王爷，我等也只是想讨个活命啊！王爷，就凭你一面之词，本王怎可信你？他们没有说谎。过来，我去附近的村子看了，发现都是这样，村民们都可以为他们作证。王爷，他们确实没有说谎啊！要是没有他们，村子里还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。乖，既然如此，就待本王体察民情之后再做决断。若你们所说属实，本王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谢王爷，谢王爷。喂，
冰块莲，你没事吧？唉，还有吗？以往只是待在京城，见惯了这人间繁华，以为处处都是太平盛世，没想到此次出行以后，才见到了人间疾苦，着实给本王上了一课。冰块莲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我现在正为国事担忧，哪有心情听什么故事啊？我讲的故事也有关国事嘛，你听完再说嘛。在我们那里呢，有一个地方毒蛇泛滥，于是呢，当地官员就贴出告示，说到只要百姓捕捉毒蛇，就可以减免赋税。可是这些毒蛇，它们的毒性实在是太强了，只要被它咬上一口，就必死无疑了。可是这事儿呢，比起苛捐杂税来说，并不算什么难关。于是百姓迫于无奈，就只能与蛇赌命。就这样，日子过了1年又1年，百姓靠着不断捕蛇，才将就着把日子给过下去。如果停止捕蛇，而选择苛捐杂税的话，说不定头1年日子就过不下去了。唉，真是可怜啊！冰块莲，我的故事讲到这儿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唉，总结一句话，就是苛政猛于虎也。苛政猛于虎也。说得好啊，青柔，你真是本王的一面明镜，我要感谢上苍，将你赐予了我。好了，别煽情了，你赶紧想想这事儿怎么办吧。本王已有主意。三哥回来了啊，四弟，王爷。小四，大哥，多日不见，风雨了不少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哪里胖了？王爷，这一路你们辛苦了啊！不辛苦，总算是不负父皇所托，有所成效。我们可担心死你们了。哎，我有点饿了。好，走吧。那我们先回府吧。走。尊上，尊上可是在思念某人了吧？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。对了，这件事就辛苦你了，想必谢延琪也不会再怀疑你了。以后你在王府办事也就更加方便。对了，你的伤好些了吗？舒儿的伤已无大碍。多谢尊上关心。天色也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这是干什么？放开！我不放！难道你还不明白舒儿的真心吗？放肆！难道你嫌弃我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我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我不甘心。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的心里就有你。为了你的大计，我甘愿投身于他人的怀抱，我可以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。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为什么你都看不到呢？你别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。我什么身份？我是孔双双，是万人瞩目的大明星。现在却到了如此阿杂之地，还这样低三下四的求你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我知道你有喜欢的人，是不是就是因为那个贱人，所以你才不肯多看我一眼？我到底哪一点不如他？为什么你们一个个的心里都只有他？住口！你想要所有的人都听见吗？我为什么要住口？
我孔双双就是喜欢你，我偏要啊！你是不是想死？我告诉你，你只是我的一颗棋子，我稍微有力，你就灰飞烟灭。你不是想帮我做事吗？我给你机会，明天你去指证谢元辰，时间地点你自己选，用你自己的方法。若是你办不成，就不要来见我。哼！